隻衫咧有愛心得，哇！有個一檔喎，幫到手喎呢個檔。唉，其實一檔三檔，我睇佢都係自己心情嘅啫。咁你前一次嗰個4檔點解同一檔爭咁遠？不過前一次個4檔咧就冇飛嘅，完全係後尾先落去9倍。如果你話從飛數計咧，今次係硬淨啲嘅。佢最近課習啊真係試得好啊！冷勁咁我隔離所有啲對手。呢個麥士集不嬲都唔錯嘅噃嚇，幾勤力嘅馬嚟嘅。你又計到咁高啊？嗰啲大戶就計到佢好高啦，就係隔離嗰啲加埋200幾分，即係等於我哋3個年紀加埋200幾歲，啲人多啊！咁有意思嘅咩？報下喜啊！咁啊，其中一位係馬生啊，咁馬生就留言啦，佢話希斯咧就啲團體馬咧就已試過包辦孖寶喎，咁呢場咧有愛心得啦，下一場有中國心喎嚇。咁有愛心得咧，有加有集咧，好啲嘅，可以買 replay。喂，大佬，你都唔好落到咁啊嘛！暴風之子，等埋呢一匹馬。OK，差唔多入晒啦。我把筆準備妥當。一檔白衫，3號。3班2,200。OK，3。始終喺12。4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睇下跑成點。幸運星球啊，好快㗎，中間嘅成數表啦，內欄白衫黑帽第3位有愛心得啊。OK，擺前面啦，內欄慢慢放，睇住人哋。白衫黑帽。咁啊，仲有呢將200零米啦，幸運星球仲有少少嘅優勢，有愛心得第一隻上嚟啊！外邊位置精彩進象追啦，出入成數表啦，入邊位置咧仲有63隻太太精彩。3鬥5，睇下3過唔過到啦。啱啱過到46追唔到，哎呀！嚟贏馬，買到個一檔有愛心得啊！贏咗個檔啦，贏咗個狀態啦。一路係遠退走開星球第3咧，肉眼睇係中。啊！嗰隻鬥得好好啊，兩個。咁都頂唔到隻3。白文堅啊，贏馬啦！都係大熱嗰堆啊5號6號係派1800。OK，中咗個 win 咧。單 T 係派230。OK，條 Q 啊跑唔到啦，364跑134。係派92個半，3搭6係派5。